3、2、1，启动！今次的联搭配着顶光特效非常气派，这是2024台湾灯会主题模型。到时阵将以22公尺的规格呈现伫灯会展区，合作两来台湾。主灯是由我们彭立珍彭老师哈，艺术家彭立珍彭老师所设计的。就它名称来讲，就是让所有观光客来哈，让我们的灯会扬名国际哈。主灯以台南市大天后宫头前的石条飞龙为创作灵感，也加入太阳能材料 EVA， 达到音效发电。台湾灯会今年是第35届，那这个有个特色哈，这次是台南县市合并的第一次，也是我们观光署成立的第一次啊。拍开龙头内面还有佚佗物仔拿出来，这是每一档予小朋友上期待的高仔灯。这次变成会当拍又会当送的小笼包，相当高水。有这么让大家可以惊艳的，不管是小提灯或者是主灯，那作为地方政府，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协助。今年的台湾灯会有安平、高铁两大灯区，拄好台南建成400，传统的盐水风炮以及3档1摆国际蓝灯，一连串的活动，台南全部包办。看完灯会之后，晚上再去冲炮城。那这是非常刺激好玩的事情。第二天睡到晚，白天起来再去看兰花，所以一动一静，能文能武都可以来。市长黄伟提强调，今年灯会精彩程度袂输去年伫台北举办的台湾灯会，同时国内外旅客人数有希望会当再创高峰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